中銘新達城係位於中山火炬區嘅商業至齊全大盤，樓下就有過80萬尺商場、Starbucks、KFC、Pizza Hut 呢啲香港人超熟嘅品牌進駐，仲有港式酒樓同好多間食肆。食飯購物超方便，1+1廣場同百匯廣場就喺屋苑兩邊。超市同零售購物完全自給自足，超級方便。喺交通方面，經深中通道揸車大約30分鐘就到深圳，前往廣州南沙、北上佛山或者廣州市區亦可以輕鬆到達。項目鄰近廣州地鐵18號線火炬西站，將來返廣州會更加方便快捷。醫療方面有被劃分為3甲醫院火炬開發區人民醫院、德林湖公園同華佗山公園近在咫尺，環境清幽。中銘新達城現樓住宅設有3房至4房間隔，南北對流、超闊露台等多款特色戶型，配全屋裝修、智能家居系統同埋中央冷氣，超值價由人民幣98萬幾起。現場實地睇樓，天天出發，歡迎隨時預約嚟實地感受下啦！